各位嘉賓、各位市民，歡迎嚟臨由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同埋蓮花衛視主辦嘅市民論壇。咁我哋今日要討論嘅題目係公共政策誰負責？政府高官要問責。咁首先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嘅嘉賓先啦。咁由近至遠係分別係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副理事長高岸星先生，澳門公民力量副理事長衛東軍先生。跟住係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理事長陳滿祥先生，跟住係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副理事長何潤生先生，最後係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助理課程主任柳勝華教授。係咁，我係今日嘅主持戴華豪。咁我哋都睇到，回歸10年咧，政府嘅公務部門同公共行政都經過一啲改革啦。咁我哋嘅公共服務質素同埋效率，毋庸置疑都係有所提升咁嘅。咁公務員付出嘅努力，大家亦都得到普通市民嘅認同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嘅問題，存在嘅問題亦都好多。譬如話高官有權冇責啦，廉政建設同埋公共法律制度好滯後啦，招聘制度又唔合理啦，行政程序繁瑣呢啲咁嘅問題。同埋一啲同民生息息相關嘅問題，譬如話交通啊、房屋啊、黑工啊、社區衛生啊、非法旅館啊咁樣，同我哋社會嘅期望咧係有一定嘅距離嘅。咁呢啲問題反映咗我哋現行嘅公共政策係唔符合我哋社會發展嘅實際嘅需要。咁政府其實係應該要着手進行呢個公共行政改革嘅，尤其係現時社會對於高官問責嘅呼聲好高啦。咁我哋嘅高官係咪有權冇責呢？高官問責制應該點樣去具體推行呢？咁我哋今日好榮幸就請到幾位對於我哋公共行政好熟悉嘅幾位朋友、幾位社會人士作為我哋嘅主講嘉賓。咁首先我哋會係請各位每人用唔多於3分鐘嘅時間同大家講下佢哋嘅睇法咧。咁然之後我哋就會就一啲相關問題同市民一齊去討論下嘅。咁不如就由最近我嗰位高岸星副理事長開始阿星請發言。各位市民主持各位主講嘉賓，大家下午好啊！我今日都好熱啦，都係各位市民嚟聽我哋呢個講座啦嚇。就今日呢個議題嚟講咧，我想發表一啲意見咧，就係講話其實喺特區政府成立咗10年以來咧，喺可以話特首嘅帶領之下，澳門咧大家都有目共睹，喺經濟啊、社會啊等方面咧都有一啲係好重大嘅成績啦。但係喺社會同埋經濟嘅發展嘅同時咧，我哋發覺到其實我哋一啲嘅政府嘅政策啊，或者係一啲嘅政府架構上面啊等等嘅一啲嘅態勢咧，都係未能夠去跟隨我哋嘅經濟啊，同埋社會嘅一啲嘅發展咧，去逐步去調整、去改善嘅喎。我哋發覺都有好多嘅一啲嘅政府嘅政策都係維持咗，同埋規例咧都係維持咗喺好耐10幾年前啊，或者係回歸之前嘅呢啲嘅一啲嘅政策、議政嘅問題同埋一啲嘅規限咧、法令咧，都係未能夠咧覺得係未能夠去同我哋嘅一啲嘅社會嘅發展咧，未能夠跟得上嘅喎。特別係咧，而家話市民會感覺到係話一啲嘅政府嘅政出多門啦，行政效率低下，同埋咧一啲嘅一啲嘅政府部門咧未能夠去解決佢一啲嘅民生嘅問題啦，等等咧，都令到我哋嘅市民啊覺得係話有啲係求助無門，或者係咧政府嚟係未能夠去解決到一啲嘅實質嘅社會民生問題。呢啲嘅問題咧都係話令到我哋嘅市民啊，去對於我哋嘅政府可能會有啲嘅不滿啊，或者係渴求我哋未來新一屆嘅特區政府咧，喺各個方面咧都有所去改善嘅。特別係話係喺今年呢個重大時刻裏邊咧，喺政府高官嘅可以講係話係會有一個大嘅轉變啦，同埋我哋立法會嘅選舉裏面咧，都希望咧見到一啲嘅新氣象或者係新嘅政策咧，係推導出嚟咧，為我哋市民去解決嘅服務嘅喎，同埋解決問題嘅喎。而針對我頭先所講嘅一啲嘅政府嘅問題咧，係我哋新青協咧喺前一陣子都做咗一啲嘅少少嘅調查咧，就大概問一問，可能對嗰啲市民對於我哋嘅一啲嘅新嘅政府或者係新嘅特首等等嘅政府高官員咧，有啲咩期望，或者係佢哋要求我哋政府應該有啲咩改變啦？以下咧我哋話發覺係有3個重點啦，係我哋嘅市民係特別去關心嘅。第一個咧係廉政問題、廉潔嘅問題啦。第二個係要我哋嘅政府希望會聽取民意啦。
第三個咧係話政府嘅官員啊或者係領導層要有一啲嘅領導能力啦。呢三個問題我哋點樣去解讀咧嚇？喺廉嘅問題，因為自從喺歐文龍事件發生之後咧，廉政工作咧、廉政建設嘅工作一直咧都係喺圍繞我哋喺呢幾年嘅政府施政一個首要嘅目標或者首要嘅工作啦。但係咧，我都希望係話喺新嘅政府裏面咧，能夠繼續咁加快我哋嘅政府嘅廉政建設工作啦，同時咧係落實我哋上一年所講嘅係話有啲廉署嘅廉署嘅工作績限咧，可以咧滲入去私人機構、私人領域當中咧，能夠更好咁樣咧去加強我哋嘅廉政建設工作喎。第二個咧就係聽取民意啦，就係之前我所講嘅話，就係話有好多嘅市民有啲嘅意見咧，係真係冇辦法去好直接咁樣去表達到俾我哋嘅政府官員啊，或者係我哋一啲嘅行政嘅人員所講嘅喎，所以咧就希望咧係話喺希望透過現時有好多嘅諮詢嘅機制啦，就可以完善我哋嘅諮詢機制，令到更多能夠真正去發表意見嘅市民大眾或者係市民嘅代表咧，能夠加入到我哋諮詢機制裏面咧，能夠發表更多嘅聲音咧，向我哋嘅政府咧提供更多嘅意見啦。而最後一個係領導能力咧，就係話希望我哋嘅特區政府或者係行政長官、將來嘅行政長官咧，能夠更加有效咁樣帶領我哋嘅政府各個部門咧，去解決一啲實際嘅問題啦，能夠去協調我哋現時各個部門之間嘅一啲合作啦。因為好多市民都發覺係話好多嘅政府部門裏面咧，往往會出現話有一個問題係跨越兩個政府部門或者幾個政府部門裏面咧，冇辦法去同一個時間去協調得到，又或者係有好多市民咧就係話針對一啲問題就話求助無門，都唔知話邊個部門去關佢事嘅，嗰個部門又話去踢去第二個部門去，令到市民咧係一啲嘅無所適從嘅情況。所以咧就希望咧係話喺一啲嘅部門與部門之間嘅協調能力上面咧，會有更加去大嘅改變嘅喎。呢啲係話我哋去對於我哋嘅新嘅特區政府或者係政府高官咧，去有一啲嘅要求啦。而頭先主持人所講嘅一啲嘅問責制度啊，或者係一啲嘅換屆嘅制度咧，我希望就喺下面嘅時間可以再同大家分享。我都知道時間夠啦，多謝各位。係好咁啊！高生認為重點係要加快廉政建設同埋聽取民意啊。咁跟住落嚟就有請澳門公民力量嘅副理事長韋東軍先生發言。東軍兄，我都同意高生頭先所講嗰三個觀點嘅。不過咧，我覺得咧就喺三個觀點嘅基礎上面咧，我哋更加要關注嘅就係政府。如果你話要佢廉潔奉公，或者要佢係傾聽民意，或者有執行力嘅話，個大前提係乜嘢咧？係個政務要透明。因為如果你話譬如而家崔生佢喺競選第3個行政長官嘅時候，佢都講佢支持陽光化，就係個財產嘅申報。如果財產申報你係透明嘅，係可以俾市民查到嘅，咁個廉潔嘅問題咧就可以比較容易去解決。同樣地，如果我哋要個政府唔怕話你個管治失效，或者你嘅政策能夠落實得到嘅話咧，你個政府本身嘅施政你都應該要透明。譬如我哋一個公共政策去推行，我哋點樣去推行？點樣去執行裡面遇到咩問題？我哋推行嘅細節點樣？如果你全部都係黑箱作業嘅，你閂埋門去自己諗掂佢嘅話，你唔一個透明嘅陽光嘅執政嘅方法嘅話咧，係冇人去評定得到究竟邊個官員去有一個責任，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個條件喺邊度。我問邊個責咧？即如好似早幾日我見到街坊會何生咁樣，去帶啲朋友出去示威，100幾人出嚟示威，咁佢話喂，公屋政策有問題喎，咁公屋政策有問題，咁問題喺邊度咧？大家唔知其實，咁你如果你去咁示威嘅時候，你去追究責任咧，係冇人有責任嘅。咁第三咧，我諗咧個問責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我唔係好同意咧崔生所講嘅，我哋嘅問責制要做，但係我哋嘅問責制唔係要人頭落地。其實我諗澳門咧係一個好善良嘅社會，我諗冇乜市民咧個心裏面一講就話一講問責制就要有人落台啊，又要人頭落地。但係我覺得如果一個問責制如果係冇懲罰嘅，咁邊個會擔心你？講翻頭先個例子，譬如何生佢話我上街，我要示威啊，我要遊行啊，我要話公屋個政策有唔公平啊。咁到最後究竟係劉兆有問題啊，定係鄭國明有問題啦，定係成個特區政府都有問題啦？可能最終嘅結果係冇人有問題，都係可能稍後咧都要話何生睇睇佢嘅觀點啦。